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今日继续要来讨论到武汉肺炎。咱讲疫情拖到即阵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昏是头一摆承认讲哦，即阵病症哦，当咧白迄站哦，中国政府处理了真正有影失妥当啦吼。啊，中国围堵这个无效果，到底是冠状病毒伤强，也是讲中国医疗体系规个来帮盘哦，基础医疗体系根本就无够用。另外，咱讲到这个中国伫咧 WHO 打压着咱台湾，无要互咱参加到世界卫生组织啦。咱讲这回咧 WHO 竟然佫甲台湾标注13个确定诊断的这个案例。卫福部长陈时中就随抗议讲，咱目前敢若是维持着10例这个诊断确诊的这个病例啦吼。另外，咱讲到随着第一批武汉大伤返来到咱台湾，安怎大型来安置，今日咱要来好好讨论。台湾新眼界国际新焦点，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对位。咱先邀请到咱的这个3位来宾，第一位是咱前卫生署长，咱的涂省哲。大家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李炳英。大家好。小等咱嘛，阁有咱的这个台湾地库执行委员赖义中来参加咱的这个节目讨论。首先，咱来先请咱的前署长啦吼。这回咱看到这个中国疫情发展的这个趋势，安尼来发展啦吼。其实已经逼到这阵啊，已经是咱讲 double、triple 安尼增加起来啊吼。啊，咱看到各国伫咧这个特地调包啦吼，伫遮咱嘛看到第一批武汉的大伤返来到咱台湾。你过去嘛有这个抗 SARS 的这个经验啦吼，大型安伫遮，要安怎去甲处理咧？这头拄讲现在这边遮厉害吼，有讲到是毋是中国这个医疗卫生体系有问题？现在是上大问题是政治。政治。超过这个防疫啦，对政治咧领导防疫，定定会发生这个代志，所以吼，伊这边吼叫 SARS， 可是我无讲，这边吼头暗看疫情，互这个院内感染吼，内底感染也无啥知，一个个拖去到社区，因佫讲这毋是人传人啦，尾也讲局部人传人，尾也讲这吼个，所以安尼讲的中间，甚至可以办迄种啥物呢？办迄种万人宴啦，吼，做去食饭，所以这边吼，咱感觉看到的，就是讲头无院内感染，我有，但是暗看起来，一了个跳来到社区传染，所以这上嘛有个安尼。但好佳在咱台湾吼，有这个SARS经验，实际上伫SARS迄阵我拄仔做卫生署长，所以我真清楚，咱是全世界吼。这个 SARS 防疫，咱做了第一好的，所以咱上第一时间把这控制好。但这边吼，咱就要面对这，目前为止，我要应该安尼讲，政府实在是做了真认真，也真好势。所以咱即嘛吼，目前也无啥物院内感染，嘛无这个社区感染，大家拢先甲围伫外口，吼，围伫外口，这当然是因为苏院长真明快个说讲，即嘛吼，若阵中国武汉。转来飞行机要冻掉咧，咱嘛无爱去排气，等等，甲这个感染来源先维护好。这点是不加重要。咱的医疗人员，这爱特别拍破啊，交感谢。因这问题对这个代志吼，伊嘛足认真，所以吼，即嘛我足小心，所以院内感染，个足拢无啦吼。那希望讲这医务人员吼真勇敢，但是嘛爱足注意，唔通有产生这个院内感染安尼。所以到目前为止。包括为武汉撤侨等来这样代志，实际上拢做了真专业。是，咱等下再个请教你这个专长，就是讲伫咧武汉等下这个大伤啦吼，安怎来因14天吼，14天咱可能会当安怎去甲分配，就互因一只吼隔离完成了，好好等伊甲出来啦吼，咱等下再好好请教。咱现在看到规个这个中国疫情吼，看到即阵这个趋势是安怎发展？咱有做一张图表啦吼，真清楚会当看到吼，伫咧1月21号开始吼，到即阵咱讲是2月初4啦吼，咱看到这个中国确诊的这个案例已经是2473个这个部分，咱看到这个趋势是这个线吼是直直咧冲悬，咱讲 double 甚至是 triple 2倍、3倍、4倍，真正是无法度控制这个情形啦吼。咱看到这个逐工拢比前一日可能加1000、2000、3000，安尼咧增加啦吼。对啊，
治疗会当出院的这个人数是650个人吼，但是死亡人数咱看到规个这个全世界啦吼，中国死亡的这个人数是426个。咱过来看到这个全球啦吼，全球咱嘛有整理到这个世界这个图表，嘛请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咱看到咱这个全球确诊的这个案例哦，咱讲是20649例，咱讲中国这就是徛着20463例啊吼，啊死亡的这个案例，除了中国以外有2个来死亡哦。今日这个伫香港15个案例内底吼，其他有一个死亡的这个案例，就是今日3星的啦吼。咱讲这个排名，除了这个这个中国上济以外，咱看到日本也有20例啦吼，啊韩国有16个，不过这拢是这个对咧武汉当来这个情形。这个社区感染可能也伫中国限制伫中国啦吼，咱搁继续要来带大家来看讲 WHO 伫咧这回是安怎列做台湾有13个案例，嘛有一张图表啦吼，咱先带大家做伙来看。咱看到这张图表是伫 WHO 这个官方网站头顶来呈现的吼，伊甲台北吼写做是13个例啦吼，这个案例咧嘛引起着咱这个卫福部的这个部长。陈时中非常不满，嘛现主是嘛向这个 IHR 啦吼，嘛甲这个 WHO 来做抗议，咱先做来听伊安怎讲的。那在世界卫生组织WHO 第14号的最新疫情报告里面，将我国的病例数我们姑且称它是误值为13例。那我们这是一个应该是说一个假新闻了哈。不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现在的确诊案例仍然维持10例。那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来澄清，而且我已经去又透过 IHR 向 WHO 表达我们严正的抗议。咱讲到这个数字啦吼，真正是对这个台湾非常不利，但是伊甲这个咱头拄嘛讲到是安怎写台北啦吼，毋是这个写台湾吼，嘛是一个台北真奇怪，真奇怪吼，所以咱头拄这个经书长讲，柯文哲爱出来抗议哦，是啦吼，所以就是讲 WHO 伫咧即回啦吼，咱等下嘛好好来讨论，就是就这个政治这个部分啦吼，咧处理到世界卫生的这个组织，竟然是遐尔政治化吼，咱等下好好来讨论。另外，咱要继续来请咱的这个李医师啦吼，就是讲伫咧即回咱伫咧对抗武汉肺炎啦吼，咱嘛做真济这讨论。但是你今日上新的这个伫报纸头顶的这个导数嘛写着，上关键的这个疫情会当控制也是袂当。也是关键，伫咧中国这个围堵，但是现主是咱看到乌北省、广东省，也是其他这个省份已经小连续来封城吼，所以咱看到这个关键的期间是毋是已经过去了？还未过去，还未过去。嘿，我感觉大陆实在是太上厉害啊！吼，这一开始吼，就是伊拢是看迄个较严重的 case 吼。是。迄轻的拢后边放一包拍走啦，第4个上拉手的对。这上最严重的代志啊。然后就是这摆已经断开啊吼，咱这摆上重要的是讲吼，这大陆有倒几个所在，伊是社区感染。是。社区感染的意思就是讲吼，你家伫路邻吼，你也无去倒位算啊吼，你也无去甲病人有接触到，其实都去围着。去看会病毒走过来吼。迄种就是，那像咱流感啊，吼，那普通感冒，你唔知影讲啥物人喂着你啊？是。迄种情况就是大流行，迄叫做失控。失控。这所在绝对袂使去。是。所以吼，咱迄个机关署吼，这一日到晚拢在看新闻啦。吼，看讲你这倒一个所在吼，是危险。吼，就爱甲警戒吼，这来的人拢爱检疫。是。所以吼。你即摆开始啊，温州和温州是温州关起来，是武汉关起来，即摆杭州啊关起来，规个迄个大陆关起来，表示讲吼，这要咧看，这疫情要咧看，迄这真一阵啊，这有一个大陆的人讲，这关键就是讲，最近若是差不多2礼拜无代志就无代志吼，会到高峰啦，是我拢。无遐理想，无遐简单啦，无遐简单啦，因为这问题是讲这继续传吼，即摆看起来要咧继续传，所以吼，我就悲观的，我感觉吼，大陆人吼可能会继续传，继续传，以后咱台湾要安怎做？因为伊即摆吼，足侪所在拢是流行啦，流行较威胁来的迄个台湾人吼，咱拢爱检疫呢，是，吼这检验吼一日检验几百个，迄。
遐个人若是有小可无爽快吼，拢爱送去白班，隔离，袂使出来。这咱个白班嘛是这边无够因啊。咱台湾即阵嘛是这个能量有限性。对，所以今日开始政府已经甲美国的做法差不多了。所有大陆的人来14天的中间有去过大陆的外籍人士，全部拢袂使入来。是，这就是最咱就是认为讲大陆吼已经到处开花吼，已经拖甲足厉害啊，无法度控制啊，咱较会做这个代志。因为这对咱的经济伤害足大的啊。吼，咱是壮士断腕啦，这拜互入来。若是台湾人，要是会当入来，但是你爱14天，是爱看14天，看无发病，才会当互你出去。所以吼，即摆。咱即摆遮严吼，这可能对咱是较安全啦。咱家己台湾的围堵爱做好。大陆是足危险的，我感觉这大陆继续拖吼，是真正是全世界拢会带咧干。是啦吼，咱先来带大家来看讲吼，咱台湾伫咧2月初4，就是今仔日啦吼，来宣布讲2月初4开始要禁止14天内吼有捌入境，也是讲带伫咧中国遮外籍人士来入境啦。咱嘛有整理着一张图表啦吼，咱嘛看到美国是头一个是宣布伫1月31号就宣布讲2月初2啦，就是过去2天已經拒絕14天內過去甲這個中國的這個外國人來入境。日本嘛，伫1月31號宣布吼，捌到過這個中國500姓的這個外國人入去到日本啦吼。以色列咧嘛是共款哦，1月31號，意大利嘛是共款哦，但是伊遮佫有暫停到這個中國航班。咱講因是採用的 WHO 這一中原則啦吼，台灣的這個航班嘛，禁止伫咧內底。華航嘛已經派空機來接軌在這個旅客啦吼，果然咱嘛看到小連鎖有一寡影響伫，伊嘛伫咧1月31號宣布吼，咱看到2月初1甲5月初1啦吼，拒絕中國、香港、澳門、台灣出發的這個所有航班。不過咱伫咧這個台灣政府溝通了後咧，甲台灣剔除佇這個名單之外啦吼。首先，咱要過來帶大家來看講吼，伫咧武漢這地啦吼，台商第一批有247個人來登來吼，啊，毋過第二批咧，抑佫有佇這吼，這個咱台灣人伫咧武漢當時才會登來，啊，因這個安置的這個做法是啥物？咱先做伙來看。心情大家很激動啊，因為聽到第一批有我的名單通知我就很高興啊，終於可以回家了。初三半暝，留伫武漢的247個台灣人，坐專機登來台灣的通機場，機頂人員落飛機，採取全程全人隔離，要通過發燒檢查站進行經濟關卡檢疫。無症狀的人將坐遊覽車再去隔離場所。檢驗了後發現有一人發燒，2個人有呼吸道症狀，一個紅影巴肚痛。那有3名有輕微的，有1位發燒，那2位比較輕微，那有一些相關的呼吸道的症狀。所以3位就隔離檢疫就隔離，直接是進到負壓病房，那做相關的一些檢查。公部門派出化學兵消毒所有卡棒，差不多透早3點完成入境檢疫程序。無症狀的人將坐遊覽車上去3地。69位到中部，有28位在到我們的烏來檢疫所145位到林口檢疫所，那一切都順利。用14台遊覽車載人，佇透早6點20分全部安置完成，再進行14天嚴格1人1個房間隔離的檢疫措施。所以在這一段隔離期間呢，那麼沒有必要是不會離開這個房間的。那麼換言之呢，如果他的每日的3餐呢是由我們的後勤組人員，那麼送至該樓層之後，那麼到房間裡面，那麼各自飲用來領取之後來使用。另外，劉惠基次有過了8個台商表達想要登來台灣，會繼續甲中國溝通。針對有關中國媒體報道，2月初5會有第2批包機登來台灣，劉惠嘛澄清這部分唔是事實，後續會繼續溝通協商，做進一步的安排。記者綜合報道。也佫有幾啊百名這個台商也佇咧武漢啦吼，所以這個小連線可能也佫有這個
咱的专案这个包机的这个方式，吼，咱台湾人会当顺利倒来到咱这个厝内啦。毋过倒来到厝内，才是这个关键的这个开始。咱讲着14天吼，这个防疫期间啦吼，倒来到遮爱隔离吼，才可能有啥物这个撇步啊，是讲措施吼，爱互因做，照步来啦吼。咱先嘛做着一寡这个图表啦吼，等下嘛再请教咱郑署长。咱看到这个册里的这个情况哦，就是讲247名武汉台商甲这个家属已经坐到咱的中国啦吼，这个东方航空公司吼，这个专机倒来到台湾。2月初4日是这个透早这个3点的时阵完成着这个入境的这个程序啦吼，6点20分的时阵来安大好好势啦吼。咱看到送医的有5个人，有2个人有这个呼吸道的这个镜头，1个人发烧，3个人直接送去病院的这个负压隔离病房啦吼。另外有一个这个幼儿啦吼，伊腹肚痛。另外咧，就是去其他人69个人就送去这个台中的这检疫所，28个人是新北这个乌来啦吼，这个检疫所，145人是新北市南口这个检疫所，爱隔离14天啦吼。因这段期间吼，这个措施是啥物咧？一个人住一间房间啦吼，逐日爱量2届这个体温，若是有镜头就随来送医啦，袂当这个外出啦吼。活动的这个范围就伫伊的这个房间为主啦吼。所以咧，袂甲附近的居民有这个接触的这个部分啦吼，隔离期间大这个部分，拢由这个台湾政府来负担，咱国家来负担啦吼。所以咱要阁请教咱的署长啦吼，就是讲咱这回用安尼这个措施啦吼，进前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伊讲伤紧啊，讲伫这个台北这个部分嘛有这个济可能要安大这个所在啦吼，但是一话一出来，是引发着这个济这个讨论啦吼，所以讲。伫咧政府这地，也是讲地方首长安怎去做，安怎去运用。另外咧，就是讲咱这回卫福部尾手这14天，安怎甲遮的这个转来这个武汉的台商安大好势咧？是，这先讲咱郭市长哈。是。这当然伊是代医科我的师弟，但是伊这边讲了伤紧，伊尾嘛知影讲安尼唔对啊。这唔是讲伊是医师的问题，这是一个市长应该来解决这个防疫重要的问题。迄阵，伊若准办，伊未来有需要，台北市要找一个，伊家讲一定要公布，人反对，伊要换位，要反对，那呢就无法当做代志就对啦吼。所以伊讲的这一部分那就讲我若讲出来，互你袂当做，那就去咧保护遐所在的人这是一种错误，唔是正确的这个防疫的。作为啦吼，所以讲市长应该是爱交中央配合。另外一个我要互大家安心，随上这过程中咧参加的人，规个实在是讲世界级的做法啦，会当讲做啊真好，滴水不漏。另外一个去到遐，这个所谓检疫，咱应该是讲隔离是唔对，应该是叫检疫啦。检疫就是讲服健康人的啦。若有已经发现有啥物，伊是去隔离啊，还是去甚至负压病房去啊？所以这个检疫是讲健康人的。第二，伊伫遐一个人一间，这个互相袂个互相万一，一个已经发烧个传着个对，这已经足严格，嘛真好势啦吼。过来可以讲，伊个边仔人会发生代志无？伊个边仔邻居袂啦，因为这拢伫内底根本无出来。另外一个。迄部分外口一定要做真好的消毒啦。讲较实在的，应该是比一般的家己的居家检疫佮家己踮厝里用的，这规格佮较提升啦。边仔一定佮较好，所以等到边仔人相对遐是爱特别安心啦，因为遐一定做啊真好。所以这个过程中我感觉讲咱的规个这个检疫防疫的这个中心会做的应该是交世界这个先进国家拢相共，有过之而无不及啦做无够歹，而且这个做法，我想大家当安心。像这个人做了 OK， 过来佮要转来嘛是比照安尼啦。有发现有啥物人袂当转来，转来有感觉伫回来决定靠开爱是隔离，剩的个是像安尼检疫。我想希望讲这人内底检疫了，拢会当非常。安心，万一你若准讲有发烧，伫内底随知影，而且一日2遍，爱当随家己处理，安尼早期发现你也袂传互恁兜的人，还是邻居，伫遐随发现，若准无14天后，你敢若安心出来，表示讲你安全啦。这14天是有较条件较长一点点啦，因为这理论上是爱至少1个。
一般我来用到除了2个潜伏期啦，伊这因为有当较长，到10几天，但是平均大概7天以内安尼，所以14天我是感觉讲真合理。美国嘛是用14天啦，大家人用安尼来观察，当然因伫内底会感觉讲去互安尼整理去互关起来的感觉，但是因一定会了解，这个是为着讲要早期发现你的镜头。另外一个，万一若发生，袂去传染互恁兜的人其他的朋友安尼，所以应该大家足配合啦。有影啦吼，咱继续要来请教李医师啦吼，就是讲这回咱讲这个冠状病毒遮尔这个厉害啦吼，已经突变啦吼，所以这回有的人就要伊讲，敢会是第2摆有法度佮感染到安尼镜头？袂啦，袂啦吼。咱人吼，感染一改了吼，咱就有迄个会记定，咱身体内底迄个免疫系统会甲记定，所以迄个袂随第2届感染着。有人讲这病毒吼，一直变来变去吼，变无共款，可能你会得另外一变，迄拢我白讲诶。吼，病毒的迄个突变无遐紧啊。吼，就迄个流感呐，流感就会安尼。流行性的这感冒。流行迄1、2天就变一个，所以你一日到晚就迄流感。但是这冠状病毒病是啦吼，所以这除了流行性的这个感冒病毒吼，一般这种的这个病毒，伫咧短期内袂产生真大这个突变吼，因为这个人体已经有记忆啦，一变足济，这个记忆已经互咱的这个免疫系统有这个部分的。第2变。是吼，咱继续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吼，咱伫咧这回啦吼，伫咧 WHO 这个咱伫互中国打压，为什么 WHO 徛甲遐尔中国徛甲遐只活啦吼，咱先做伙来看。WHO 执委会日内瓦时间初3举行，中国武汉肺炎甲台湾参与 WHO 定议题是重点。不过中国3号国际社会将台湾看作中国一部分，各讲已经组成公开透明。大陆通过正常渠道多次及时地向台湾地区通报了疫情防控最新的情况。中国代表表示，因为初3开始就定期甲 WHO 相关国家、各港澳台地区主动通报消息，分享病毒基因排列，嘛互港澳台专家到武汉实地考察。中国讲台湾甲 WHO 的沟通管道真顺，台湾无需要加入 WHO。所谓的不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将导致国际防疫体系出现缺口，根本不存在。这不过是台湾当局图谋参与世卫大会而编织的谎言和借口。不过台湾也是向拜登的防疫体系，卫福部长陈时中初3表示，已经派人到日内瓦争取加入 WHO。伊嘛表示，加入 WHO 相当是会当增加详细资讯。这个每一天的防疫并不是以天计，它可能有时候以小时在计，持续不断的在变化。所以参加这样世界卫生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嘛讲，最近 WHO 的表现显示对武汉肺炎的熟悉无够清楚。但 WHO 的防疫相关班一直到顶个月底，这种疫情列做国际公卫紧急事件。秘书长谭德赛甚至几落摆替中国的防疫能力背书，嘛引发质疑。加拿大一个网友就发起联署，认为谭德赛无进行调查，都相信中国已经资料应该落台。3天内联署的人已经破20万，超过1期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这个武汉肺炎当咧传时阵哦，这个 WHO 秘书长伊就甲中国吼来去甲中国内底啦吼，咱看到伊这讲话吼是听到这个中国这个部分吼，是安怎？这个 WHO 这回咱讲伊这个组织是安怎遐尔政治化咧？无伫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听到咱这个台湾这个声音，咱这个看到这个联署的这个部分吼，其实嘛对着这个谭德赛啦吼，嘛做出一寡这个回应，去 UN 来这个投诉啦吼，这款投诉有效无？我想吼，就讲即个 WHO 即届的即个真正作为吼，真感觉，互人感觉讲，甲中国哪会拢徛做伙吼，无徛伫迄个伊卫生的最专业来处理。咱看到就是讲1月正月2日的时阵，已经有 WHO 的团队吼，走去中国遐个所在咧调查有关于即个 coronavirus 吼，就武汉肺炎的这个代志。所以应该是根据即个正月2日，伊伫迄个所在，伫中国吼，尤其是武汉即个所在咧调查结果吼。所以我感觉讲伫1月正月2日，感觉讲是毋是要来发布，人讲迄个国际关切迄个公共即个卫生的公共卫生的即个紧急状态吼，紧急状态。
结果咧，当然正月2日甲正月迄天讨论无啥物结果吼。大家伫遐咧冤家真厉害，结果即摆所看到，根据一个法国迄边过来报道，就是讲，迄当阵中国有施压嘛，吼 ，WHO 讲卖公布，吼，感觉讲这对中国真无好，所以讲伫迄内底为什么无法度有即个结论，有即个原因，所以讲结果到迄个正月2日无结论，正月23的时阵搁讨论，啊，迄个 WHO 就决定讲，嘿，卖公布，卖公布即个物件，啊，所以讲，但是为着安尼吼。伫正月28，佮走去中国这个所在，我是感觉讲应该就是讲正月2，实际上 WHO 内底应该就是有人咧感觉讲，应该公布像讲这国际这个紧急事态。但是22、23因为中国的施压，所以讲无法度。结果28时阵，因就感觉讲犹原是要走去中国，搁去看卖一下。所以才会讲咱讲第2届吼，连迄个秘书长走去中国的这个行程。不然的话，照讲这伫迄第1届应该拢该决定啊。所以讲伫28走去遐讲的时阵吼，应该是28去遐感觉讲迄这代志即马大条啊。咱也是看吼，伫迄个正月22、23咧讨论时阵，有关这个冠状病毒这个案例吼，敢若575例尔。吼，唔敢啦，但是讲迄当阵575例已经真多啊。但是到这个28时阵4500例。吼。应该就是讲，伊去28走去中国迄个所在咧看见，感觉讲这代志大条，吼。所以讲虽然甲迄个习近平讲安你偌好吼，但转来随开会，吼，到来决定讲应该迄个公布这个代志。结果伫30号咧开会的时阵，对变成迄个咱讲迄个确认的这案例变7700例，所以讲对差不多第5、6天内底吼，535例变成讲7700例，吼。成长唔知讲偌济倍咧，所以讲咱即摆所知影就讲，根据 WHO 伊家己所摕到即个资料，迄是中国主动甲伊讲的即个资料，拢就变安尼啊。实际上即个数字唔知去偌济。啊，遮吼，咱就当了解啊，照一般的即个情形来讲，照讲唔敢从一开始就应该爱公布，这是国际卫生的即个紧急的事态。啊，另外就是讲。伫遐吼，嘛爱针对这个旅游吼，加爱有一个限制。嘿，结果咧 ，WHO 对头到尾拢讲卖限制，吼，拢讲our 那个 travel advisor 说 not to set travel 那个 restriction against China， 是安尼讲的哦。但是其他国家像讲美国、日本遮，因为因伫在地，因为因家己的人嘛，伊有派人去遐来去了解嘛。刚讲这代志大条无法度啊，所以讲因就先开始吼，唔敢先去撤侨啊，连包括讲对中国的这个禁航吼，啊，甲迄个卖互迄中国人暂时不要让他入境，这迄设施拢先开始公布出来，吼。所以咱是刚讲。根据 WHO 即届即个作为啊，甲其他国家实际上的即个行动吼，会当看会出来，就是讲 WHO 加参就是对头到尾拢咧甲中国暗砍，咱拢替中国讲话，尤其是正月28，伊走去中国迄件代志吼，伊各有公开对迄中国。安尼甲伊学咯，啊对习大大啦，对讲表示讲中国咧伫迄武汉肺炎吼，prevent 吼，伊迄阻止伊去其他国家个传出来吼，有正大贡献。结果意思就是讲中国伫12月迄当阵，拢咧甲这代志暗砍的这行为，互 WHO 的这秘书处甲伊认证呢。讲中国这做了袂歹呢，所以讲中国是真有负责任呢。所以讲吼，即摆那遮尔侪人感觉讲 WHO 很不适任，吼。为什么感觉讲迄个有人感觉讲 WHO 这秘书长应该要落台？我想应该是伫这回这代志，甲有真有大的关系。啊，当然吼，就是讲有人咧问，为什么 WHO 这届会安尼？吼，因为我也感觉讲2007年2003年迄届 SARS 的代志的时阵，实际上 WHO 无对台湾做到遮尔过分的。虽然讲伊派来的人吼嘛较慢，但是这毋是讲迄个伊直咧为着中国咧甲伊恶落吼，咧甲伊算讲咧甲伊暗砍，是讲伊迄个本身甲台湾本来无啥物款的季节。所以讲，伊当然派来的人，啊，迄个要处理，就有像行政上面的一些缺失吼。但这届讲较无共款是讲，伊是主动一直咧异议吼，
为着中国来呵护，吼，这是真严重一个问题。当然，咱即摆看吼，即届即个 WHO 的秘书长本身啦，伊当然来拢讲，伊是迄伊索比亚吼，伊索比亚即个所在出来，即个卫生部长，啊嘛做过伊个外交部部长，啊中国甲非洲的国家，尤其是伊索比亚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甲即个人吼关系嘛真好，吼，啊当然这是一个解说，啊当然即个人伊咧竞选 WHO 秘书长迄当阵吼，2017年的时阵，伊嘛是受到中国真大的帮衬，因为中国讲整个非洲吼要派一个人出来，这表示这无很不寻常，一个重大意义，所以讲咱会甲支持，但实际上后壁到底是甚物款的有甚物款的交换条件，咱拢唔知影。即马中国是 WHO 的秘书处内底吼。伊有一个助理的迄个秘书长，是中国。啊，这个人是迄个中国人任明辉，是。啊，但是除了这以外咧，咱也知影讲 WHO 本身哦，伊的迄个本身的迄个那个经费的状况，毋是讲真好，是。因为伊是爱这联合国这会员国吼，自愿要甲伊奉献偌济，啊，有的国家吼，所以讲我要甲你承诺这侪钱，但是我无一定钱。到位，无一定嘛。所以讲，必然 WHO 像讲迄个 Bill Gates 迄个 Foundation 的基金会，像讲每年会予伊1000万、2000万啊1亿，哦，对伊来讲，这就是足大一笔钱啊。是。所以讲，我会记得迄2017年伊走去中国的时阵吼，就讲伊做秘书长，啊，迄个当选走去中国，毋知可能去多谢伊的支持，佮中国佮甲伊赏赐2000万美金。对伊来讲，哦，这2000万美金，这是我秘书处咧用的呢，哦，这非常重要。是。啊。更何况吼，伫迄个整个 WHO 的迄个秘书处，我是感觉讲，当然这阮的医生吼较了解啦吼。2007年开始，迄个因为陈方安生就迄个香港，但是咧有中国咧做迄个 WHO 秘书长的时阵，伊迄 WHO 迄秘书处对迄当阵开始就很多的弊端开始出来，包括讲像讲迄伊有的代志毋知真正假，讲伊走去非洲啦。带一暗1000美金的这个旅馆啦，吼，也是安怎？啊，讲 WHO 你本身的迄个经费都无遐尼济啊，你搁安尼来开钱，啊，真侪拢无公开，吼，很多这种传言啦。所以讲对2007年到2017年这10档的时阵，已经有某种的咱讲毛病吧，还是讲片段。啊，这2017年当然一礼拜，啊，甲中国关系是安尼。我毋是讲伊这个人本身有啥物这些黑色啦，是讲有片段，但是就讲。有遮尔侪的旧病陈科吼，伫迄个所在，啊，迄个伊甲中国关系搁遮尔密切，啊，伫即届迄个所作所为吼，算讲都咧靠迄甲中国咧，算讲甲伊按来，啊，迄个甲伊呵护吼，啊，表示讲中国做了真好，这甲咱一般来讲，甲伊所有表现完全都无共款，所以讲当然是互人感觉这 WHO 即届非常非常奇怪。所以这 WHO 甲这个中国关系吼，这个由来已久啦哈，尤其有这个助理的这个秘书长伫咧内底啦吼，所以可能这个种种这个因素之下啦，才互咱看到这回这款这个情形啦吼。所以这回咧，咱讲世界卫生组织互批评到这个失灵啦、失去功能，就是这个美国这个压力之下，结果豆豆承认讲，哎，这个判断疫情嘛有这个前沿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头段一开始的时阵嘛有讲到，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伊嘛这个昨昏头一摆。讲到因这个处理的这个方式有失妥当啦吼，继续咱要过来请教咱的这个署长啦吼，就是讲咱过去一届嘛讲要参加到 WHO 啊，今年啦吼，这个5月时阵可能有法度参加到 WHO， 咱要用什么这个名义去参加咧？这我就去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日吧吼，我去10几遍啦吼，啊，为台湾医界联盟以前吼，啊，我个一直去。那去吼，逐当拢发现讲中国伫内底，若讲到台湾，佢像头迄个讲是讲哦，台湾阮拢加有防疫吼，资料交换啦，啊，影响照顾台湾人的健康啦，拢讲迄啦。但是今边啥时阵出来人问讲，啊，台湾吼无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吼，啊，若有遇到这个疫情，你是表啦？伊讲水里里面啦，哦，已经记住了。所以这句话吼，互台湾人吼，较早讲真切就讲哦，你这伫内底拢讲的拢黑白讲的。啊，伊讲台湾吼，这边讲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等等，吼，这是讲咱安怎多？伊讲是咱讲白话话啦，啊，就是因讲白话话啦。但是嘛，早讲因讲白话话，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吼，为着中国这边吼，安尼讲起来是足
唔好的，因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安怎形象啊嘛，怎啊拍歹去？啊，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是要管世界的健康，伊甲知影讲台湾是甲中国实在是无这个无这个交流，啊嘛无这个资讯共用拢无啊。事实上，咱迄阵吼加入咧世界卫生组织，无法度，但是去参加大会以后，足侪防疫的代志，若要讨论，有当伤慢，甲咱讲有当无，啊讲解互中国同意才会使去。所以事实上，咱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吼，迄是用主权去换，这实在是足糟糕的啦吼。所以咱实在是无正式进入世界卫生组织，敢若去开这个5日的这个大会吼，有一站有，但迄是假主权去换吼。但是这个代志吼，对咱台湾的人权，对咱台湾的健康人权是足唔好的，足无够。当时嘛是对别个国家足唔好的，因为咱台湾应该是爱入内底分享咱资料，佮分享咱经验，啊，佮共帮忙别人，结果啊这也袂使。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吼，这个做法这边吼，这个咱都再会当互大家一直批评，就是安尼。虽然伊尾也宣布讲这是世界卫生的紧急事件吼，但是伤慢，这是出来的正义。然后等到到尾，大家讲哦，终于宣布了。但是伊咧讲的，甚至宣布迄阵，伊嘛也咧讲，莫讲去做这个交流吼，迄个交通啦、飞航什么，讲限制。足惊讲中国闹开，实际上，各国根本无咧参与，各国已经拢咧撤侨啊。什么人咧？各国嘛，即种边界封锁啊，你的飞机袂使来，我飞机袂使去，拢到啥咯？因为各国知影讲这边吼是真严重，伊的来源就是中国。我他有可能讲去派人，去互你飞机出来注意入去等等。所以吼，实际上这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是伫全世界爱引导大家吼做防疫的，这边说闹开，所以变成讲比。大个国家拢较慢，啊，那头需要你存在。伊若讲学了中国足透明的，足安怎拄安怎，迄个叫讲中国讲咧照顾台湾，小讲资料互咱小讲，拢讲袂出的。啊，那安尼中国若真是做遐好，那个免世界卫生组织啦，伊个做个，啊，咱台湾吼，实际上一定爱感谢世界卫生组织，因为咱对这个有名有姓的病，真病吼，SARS因为无名无姓，唔知影有较慢一点，咱有加死几个，像这有名有姓，咱现在是没有问题。但是这新型传染病，我是需要全世界合作，那么需要世界卫生组织帮忙。吼，有名有姓，公共卫生咱做得还可以了。但新型传染病一直来嘛，那他也是讲，咱伫外世界卫生组织外口，何况咱的旅游足济，去全世界，咱这叫一个防疫的缺口啦、切口，啊，这个部分应该补起来。所以吼，希望这边利用这边，大家人做伙来努力。外国嘛拢咧替咱讲话啊，咱爱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啊，做咱一个世界公民的责任，先煞顾着咱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健康人权来顾好啦吼。虽然看到这台湾这个无这个国际这个声援吼，但是咱看到日本也是加拿大，其实拢是对台湾来讲话吼，爱互咱去参加到这款的这个组织啦吼。不过咱要讲下吼，台湾虽然有这个10例，但是咱在台湾这10例吼。咱真正这个政府也是讲这个规个这个隔离也是检疫这个系统啦吼，真正是真健全吼。这10个这个案例咧，有的人讲是差不多要好啊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咱是用到这个支持性这个疗法。不过咱看到这个全球安怎来对抗这个病情啦吼，咱来看到讲泰国也是讲这个美国这个患者因是安怎对抗武汉病毒啦吼，因为药物的新发现是啥物？咱看到泰国这个病患吼，有一个重症的这个病患吼，伊讲因是互因用到这个。对抗 MERS 的这个病毒啦吼，也是讲用到 AIDS 这个药物啦吼，治疗48点钟了后来有好转啦吼。咱看到这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这个监测官吼曾仁祥伊就讲吼，这拢是纳入去这个治疗这个指引啦吼，就是讲伊是这个。防单外使用 off-label use 啊，就是讲医师开的这药啊，无照着这个说明书的这个说明证哦，是用着过去的药啦来对抗这个新型的这个病毒啦吼。啊，咱讲着咱台湾这个目前的这个做法吼，讲因为目前啊无完整的这个实验的这个结果，药物这个有真强的这个副作用啦吼。目前国内的病患，咱头我们讲着用着支持性的这个疗法为主啦，就是讲你有啥物镜头，就是用着过去这这个适应这个。病的这药啊吼，来去倒啦吼。另外，咱看到美国患者住院第6天，因用着啥物咧？因用着这个瑞德西韦这药物吼，一天了后，这个病人这个镜头有大幅度的这个改善啦吼。
咱嘛看到讲，这个专家的看法啦，吼，是讲虽然美国头一个是咧伫用后了后，伊这个镜头有较好啊啦吼，但是这个临床这个样本吼，伤过有限，无法度来证明啥物啦吼。咱继续要来请教，就是讲。咱伫台湾嘛，成功分离掉这个病毒的这个部分啊吼。啊，咱台湾伫即地嘛，伫世界有所指接，虽然讲咱无伫 WHO 这个防疫体系内底，还是讲甲因这个资料交换，但是咱甲这个世界各国吼，其实拢甲资料上，亲像这个日本、美国还是讲韩国，其实拢有做指接吼。啊，台湾伫即地其实已经做真正啊吧。对，咱这头仔讲迄个治疗吼，治疗迄是。用看卖的俩，因为这其实拢无一个概要无一个那个试验吼，讲一定有效。所以即摆中国已经咧用迄个药啊咧试啊，美国迄个药啊。即摆咱看到的消息是，我一两个病人讲用了好吼，迄无一定是好的啊，有可能讲伊家己就好啊。啊，这是以后吼，这病毒吼是变啊，咱有法度甲控制着无吼？这是两个关键嘛，伊一个上重要的所在就是我口讲的，是大陆会烧起来无？大陆继续烧，全世界拢会烧。所以头讲迄 WHO 吼，迄叫做啥物货？乌白乱来啦。乌白乱来。啥物咧？不要理由警示，咧讲迄啥物有诶无诶？吼，这个爱甲骂一下。是。这若是这拖开吼，大陆的这病毒拖到一个较伊索比亚好啊。开个大爆发。会做一人死呢？是，你一句话，互人死呢？啊，你敢有法度负责任？哦，你特别超秘书长是咧偌大？哦，你无法度负责任的啦。所以吼，即摆大家国家拢是用咧投票嘛。是，60几个国家拢甲断hạn啦。60多国家拢无要插你讲啥物话啊？是，你民国唔对啊，要有足侪国家无断hạn，因为。迄大国家拢是断hạn，迄交通，迄细国家我本地就无去大陆啊，啊无需要断hạn啊。是，吼，这是事实上，大家拢在投票讲这秘书长讲了歹。所以大陆的疫情吼，我即摆看起来是较悲观啦，这可能会继续拖。是，可能拖到。你即摆已经知影是说浙江啦，吼，广东啦、湖北啦、河北，啊咧。啊，迄个上海咧，北京咧，这种所在我感觉足危险，因为迄北京已经有这个味道。咱知影讲，迄个时阵伊封城的时阵，500万人、500万大头啊，迄惊死人。是，迄封城靠人咧防走的，讲我早起讲，我要封城啊哦，会走的赶快走。这什么事？迄什么意思？啊，这加快病毒的扩散，这病毒到处传。我感觉迄大城吼，讲拢有问题。吼啊，所以这是讲，咱有法度甲封偌久？咱即摆讲迄个全面断hạn，咱这所有的外籍人士吼来拢袂使来台湾，你来去到大陆14天之内，去过大陆拢袂使来台湾。是，咱安尼会较安全。咱这迄个片面社区，咱这较安全，吼安尼较安全。啊，会留入来的机会足少啦，因为咱的防疫足好的啦。就是专门围堵。啊，过来咧，啊，2个月、3个月、4个月、6个月以后，还阁烧，是咩啦？就是爱有药啊，甲爱有疫苗。所以药啊足重要啦。是，吼，伊上无迄个死的人会较少。啊，疫苗是上重要的。我甲老涂吼，拢一日到晚咧推疫苗。是，吼啊，拢无啥物人咧。咧插完哈，所以疫苗我是就是台湾疫苗推动协会啊，是台湾疫苗推动协会。伊即摆理事长，这最艰苦的。啊，你甲这种足厉害的迄个病毒吼，你就知影讲疫苗偌重要。所以即摆吼，我其实嘛甲阮台湾迄疫苗厂，咱有2个疫苗厂嘛，国光甲高端。哦，这你可能爱开始准备啊，是爱做疫苗。哦，因为即摆咱甲美国是实在关系较好啦。迄中国莫去讲。然后伊即摆美国迄个国家的卫生院嘛是咧开始咧做疫苗，大家拢感觉讲这病毒可能袂无去，甲SARS无共款，伊会继续安尼过。所以你一定要有疫苗。是。啊，咱应该较紧去美国去学者。
叫技术合作，较紧甲迄个学过来。咱家己爱做，因为美国做疫苗了吼，一定先拍美国人啦。伊较歹拍你的。是，所以咱台湾无疫苗啦。是。可能爱一两单以后代志，迄时阵大陆小国唔知影。所以咱应该爱有这能力，家己去做咱家己的疫苗。尤其咱是，若是有疫苗，咱就看大声啊，嘿嘿。无要紧，你大陆来我叫我唔惊你，是，我拢注意苗免疫力。所以咱这个台湾这个防疫的第一线，这疫苗是非常重要。是，咱继续要来请教啦，就是讲，咱这回伫咧2月初7就要开始禁止这个14天来入境过中国，还是住伫中国这个外籍人士，咱家当做是真正是外国人来看啦就是讲真正长航了后。咱嘛对着，亲像美国这个卡波，美国是头一个来宣布美国这个动作对中国意义是啥物？但是咱看到这回美国要甲救啊，但是中国这个外交部是安怎回应美国的？这嘛是真趣味的一件代志啦所以讲，咱伫遮已经做甲真好啊但是咱甲这个中国的直接也是真密切啦就是讲，咱过去甲伊这个经济、这个贸易这个部分，今日咱这个会知这个李医师嘛伫这个报纸头顶有写，咱继续请这个罗委员是安怎看？我是感觉讲，当然咱因为过去甲中国有遐尼侪即个接触那么真侪台湾人都是住伫遐嘛。咱讲要完全甲禁止当然我们要尽量啦。虽然讲无一定有法度完全做会到，但即届防疫视同作战，咱就是咧小台啊。我是讲即点咱爱做到迄个非常非常严格。所以讲说。即使有迄个台湾人因为安尼，可能伫外口无法度直接入来，甚至因为真侪迄个交通的关系，都搁留伫迄个所在。但即摆这台湾是咱的根的，咱的根袂当互伊烂去，根袂当互伊烂去。所以讲一定要好好的甲伊保全起来，才有法度像讲咱台商伫外口拄着啥物困难，转来时才有法度来处理嘛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这款的措施应该执行得很严格，因为这是作战。另外一个我是感觉讲，可能较爱注意是讲，对于迄个台湾甲对于迄个中国，尤其是甲这个全世界这经济这影响。我会记迄段 SARS 当然迄个咱咧做这个研究时阵是讲，对规年台湾的 GDP 差不多有0.1%啦到0.2%这款的这款的影响。是。当然，迄当阵迄个 SARS 的本身的迄个时间不是讲遐尼长。对台湾来讲，差不多对3月开始有境外入来这个案例到迄4月开始出现来台湾家己的群聚感染但是差不多应该是到7月的时阵，我们6月的时候我们才宣布绝迹嘛。7月时阵是迄世界卫生组织讲 SARS 即嘛完全无去所以讲迄个时间不是讲遐尼长，但是。伫迄段时间，的确是对这个经济有影响。影响的所在主要是对迄个，咱是讲迄个服务业service industry 这个所在，因为这款的这个行业是很仰赖人甲人这个接触，无像讲迄个制造业制造业主要是讲真侪人伫迄个工厂内底咧做，但是也是讲制造业本身咧接触是物品，这甲迄人甲人接触是较无共，所以讲我是感觉即届也是针对这SARS间的经验，是讲伊对咱台湾的这个服务业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另外就是讲，迄当阵已经有差不多有一些新的生活习惯出来，就讲迄当阵我会记得讲，大家见面莫握手，拱手不握手嘛迄个嘛尽量较减少像讲迄个聚会的这个场合能够用视讯会就开始用视讯会议像讲遮，我是感觉讲规气遮一方面会当迄个帮助咱台湾要处理这个5G 因为开始要远距的这个会议甲远距的这个行政的这个处理的这个过程会当开始来加速。另外一个是讲，咱伫这个成功，咱讲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监视来成功来那个防护咱台湾的这个健康防护网，安怎利用这个迄较悬的科技。进一步的来这个处理，因为会当来迄个进行公共迄个防疫的这些科技嘛会当促进我们讲公共的这个安全public safety、public security。所以讲我是感觉讲这个部分的迄个进行系因为像讲这个这款的这个新的疫情。也变对台湾的迄个未来变更加重要。是啦但是咱佫有一个重要这个因素，就是咱头先问到，就讲这个中国这回
本早国家美国要讲救这个搬救兵啊吼，这回但是看到这个外交部因的这个回应，中国的外交部啦吼，因是讲这个美国可能是防疫伤过头，咱讲长航吼，长伤紧吼，安那看这个回应咧？我是讲中国即马就是足惊讲迄个伊经济已经即马较真歹啊。是。讲迄个美洲贸易战嘛，讲所以讲伫正月15号时阵，才好不容易甲签迄第一届即个Phase 1的即个 agreement 吼。所以讲即马过来即个物件吼，人要飞过来即个旅游拢已经有出问题啊。你讲对中国来讲，伊可能真侪厂商吼，像讲日本都真侪人咧考虑讲，要甲伊的迄个工厂要对中国搬出去嘛。所以讲即马中国是足惊讲人甲即个钱、甲迄个人、甲迄个厂商啊搬出去。所以讲感觉讲迄美国你袂当安尼做。伊外交部所讲欢迎是这款的心态，是表示讲伊实际上对因内部的这个经济状况，对因社会状况，即嘛真无信心。所以讲这对像讲外口，这是很明显吼，嘛真合理的这个自我这保护一个这款的措施。但是伊的反应这么厉害，我是感觉讲，也是讲中国一开始就真透明，就讲嘿，我有这个毛病咱来斗阵来处理吼。我要这个算讲封城进前的时阵，嘛甲恁讲要安怎来用吼。所以讲袂讲这个你封城，结果发现讲你无啥物医疗物资拢无，互恁伫迄内底迄医护会当来处理。临时搁要去这病院去了，搁敢参像牢房共款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像讲这个代志吼，会表示讲这中国本身的治理的这模式出现真大的问题。但是伊搁无想要改，吼，我足惊其他国家甲伊批评，尤其是美国甲伊批评。所以讲，即个这么大的反应。有影啦吼，这个中国这个反应真正是伤过头。你若是讲事先啦吼，你就知影甲这个疫情吼公开透明，都袂有这个情形吼。所以要看到咱台湾这个部分，咱讲这个台湾啊，最近这个抢喙炎的这个情形实在是有够侪啦吼。不过咧，进前咱看到这个台北市长郭文定讲，看到我挂喙炎的时阵，大家都要开始挂。这个部分嘛引起了这个侪讨论吼。大家伫遐抢，咱看到过去自这个8块降到6块，咱看到2月初6，咱有这个新的这个措施，嘛是因为吼，大家这个民众这个心态啦、心理啦吼，就是讲我这就是要吞，到大家拢无吼。这个心态到底是好唔好？咱看到吼。咱伫2月初6时阵，就要开始徛名册吼，就是你爱摕到你的健保卡吼。2月初6开始到这个健保的特约的这药局来去买啦吼。民众你都要摕到这个本人的这个健保卡吼，7天内底会当买2袋喙炎啦吼，拢总这个是10块的这个部分。下礼拜上济当替别人买1份啊，拢总是差不多4袋啦吼。一个人上济会当摕一张这个健保卡来代买。囡仔喙炎的都要摕这个12岁以下这个健保卡来买啦吼。身份证买吼，咱是徛好的吼，就是讲13579这个民众吼，逐礼拜拜3、拜5甲礼拜4拢会使来买。咱的是身份证买也是双的吼，是24680这个民众吼是逐礼拜拜2、拜4、拜6甲礼拜4拢会当来买。无身份证也是讲有健保卡这个外国人咧。按照这个居留证这个证号买号啦吼，来比较办理啦吼。全国有52个无健保这个特约的药局的这个偏乡地区咧，卖当请这个各县市的这个卫生所来斗3工啦吼。咱讲这个喙炎之乱啦吼，真正是咱看到这个张苏院长嘛讲的吼，真正是有需要的人才来挂吼，唔好去囤这个货啦吼。尤其咱讲。健康的人，你若无去到这病院，其实拢无必要来挂啦吼。咱继续请署长。对，我简单讲2点。第一点吼，这专家啥建议1礼拜买2个啊。有人讲1个要用3天半，唔是啦。这意思就是讲无需要用，因为咱即摆也无社区感染，所以无需要用。什么时阵你若要去病院，还是去足密闭的拥挤，迄阵较用。无需要用吼。所以请大家人一定唔通去为着讲什么囤积，一定要用3天半，唔是安尼。第二。政治人物，我拜托，唔通伫无需要的时阵去挂手啊、喙炎。你爱挂者，煞变成咱就咧讲这足重要，无会巧伊安尼相讲。你面对媒体也好，你面对这个一般无需要。但是你若去病院，是你我需要挂安尼。我简单讲安尼，请大家唔免惊吓。是，继续请李医师啦吼，李医师即马这个电视台拢有播送你这个广告啦吼，就是讲教大家安怎用喙炎，安怎洗手啦，这是同重要。就是讲真正是咱无社区的感染，咱即阵嘛是维持着这个10个这个部分尔啦吼。所以讲咱这个围堵做甲真好，
有啥物搁要提醒予观众朋友无？咱即摆喙安治乱吼，甲迄个以前的棉仔纸治乱差不多啦。拢想插出来啦。一定足侪人吼，棉仔纸即用几但用袂完啦，迄无需要嘛吼。这个那SARS的时阵，其实大家嘛咧抢。是。啊，抢了吼，我会记得差不多1个月以后吼，无人抢。即摆抢的人拢了钱。吼，因为1个月以后吼，迄个便利商店吼。一大堆喙安伫遐无人买啦，哦，这绝对是这时之间的迄个现象尔，这袂足久啦。是。啊，喙安吼，要是头挂迄个老图有讲过嘛吼，就是这你若是破病，啊是你是去外国，啊是讲你是伫病院咧做工课，这较有需要去大。咱无社区感染，咱哪有需要去大这个喙安？哦。无需要，那即摆吼，因为喙安吼，啥物7天加2题吼，所以足侪人咧问啦。是。啊，这喙安会当消毒袂？紫外线甲照的，啊是讲那个酒吼甲喷的，会当搁用袂？啊，我是想讲吼，啊无有一步啦吼，我是想到咱 SARS 的时阵吼，咱嘛是喙安无够啊。是。咱 SARS 吼，咱迄个医护人员吼，若是要看迄个 SARS 的病人吼。爱 N95呢，是啊，我看10个病人爱10个 N95呢，因为拢爱换，啊无够啊，咱呆哪有遐侪 N95，我一天用10个，啊是10个医生用100个，所以会当吼先戴迄个布的口罩，外口炸迄个外科口罩，是啊，你去洗内底迄个布的口罩，啊，你外科口罩用几工无问题。有影啦吼，所以这个布先来这个擦一下。李氏的崔安，李氏班，李氏崔安，好，感谢，感谢。